再来看顶个月底，新北市三重埔一个警察误会这民众是通缉犯甲这个人害怕，这受害者黄先生今仔个再出面指控警方滥权乌白掠人。警方表示讲，因伫第一时间就回失咧，嘛去慰问过几啊届哦。这两个警察已经记过调职咯，10月12日来甲受害者来调解。 新北市三重埔一个姓黄的查甫人，9月20暗时行伫路里，向互穿白色便衫的警察抓落来。警察误会伊是通缉犯，甲拍甲伊规身躯伤，包括边仔乌青肿起来。找过伊伫立委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，想起迄暗伊也是真惊吓。事实上，那时候我身份证在他们身上，也就是说，理论上他们只要一按就知道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，但是竟然是把我当狗一样拖到警车说上去到我们那边讲。 黄先生手腕也佮有手铐伤到的痕迹，佮会想到迄暗伫咧警察局，警察伫边仔笑的模样。对此，新北市警察局表示，已经将拍人的两个警察送地检署侦办，嘛记过甲调职。新北警方从事发迄今，已向黄明关怀慰问9次，当事员警并已于9月29日主动申请调解，并将于10月12日进行调解。 但是因为他们，我不敢看到他们来，我不敢去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敢去，谢谢。黄先生吹沙收到警察故意伤害甲妨害公务的通知书，叫伊去派出所领传票。伊表示伊压力足大，唔敢佮踏入去派出所啊。新北市警察局退出，敢若表示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已经完成调查，等待检察官找出真相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